生切，因为这阮我老爸母兄弟老少年，拢着准电，当心无落下火海，当心无落下火海，感谢天顶大主宰，听听听，囡仔吟诗，囡仔学录音歌，听听听，囡仔学录音歌，勇敢尊贵。勇敢尊贵，勇敢尊贵，归咱哦。啊，403。123。哎，现在诗会是戴口罩？你是诗会？对对。现在诗会是戴口罩还是脱口罩？戴口罩。脱口罩。脱口罩。好像可以。我要听再来看老师。好好。老师来考虑吧，老师我不是管这个。哦，我都可以啊，我等下问他。123。叫阮世间是要路，在我付出耶稣。那个，我的麦克可以再大一点点。你还需要大？喂，好。日是迷信带我，是阮救我教引我。这真俗吧吼，大家免什么念啦。世上风影哪好使，黑暗云雾打落来。打落来，头前的路我要去，求你明明来指示。求主耶稣阿路听，求你甲我三同行，带到平安的祖家，享受福气永无退，永无退。好。可以啊，习惯了。因为改成这样的白一点，比原来的白一点。让直播也比较亮一点。
这个是的，会被更加外的会关系，是不停住的外线外线是塞的，我们最近胸是紧，很感到发不在的，有外高光色的吧，英比外语经，可以好听。准备要往下走的，往下走，往下一点，这样想起来，又可以骂起了。是啊，
今日这个平安欢喜，礼拜再起，咱过来到圣殿。这时咱来脱人圣诗403首，早时犹太正岁囝。早时犹太正岁囝，追追，请咱会记吼，追追俄罗主尊名。现在囡仔也就近，欢喜俄罗主大恩。咱受教是听耶稣听，咱受教是行天路，咱受教是读圣册，因为这阮俄罗爸母兄弟老少年，老少年，拢着俄罗主恩典，同心俄罗写和谐，感谢天顶大主宰。听听听，囡仔俄罗音讲，听听听。囡仔学落音讲，阳光尊贵，阳光尊贵，阳光尊贵归咱王。来，咱来唱第一节、第三节。早时犹太正岁囝，追追俄罗主尊名，现在伊那也就近。473首，又问世间是迷路，又问世间是迷路，加在我有主耶稣，日是暝是因带我，施恩救我到永活。世上风影若好驶，黑暗云雾打落来，打落来吼。头前的路我要去，求你明明来指示。求主耶稣阿罗听，求你甲我相同行，带到平安的祖家，享受福气永无退。来，咱来犹太经第一节、第三节。
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灵光，找求伊的指示。吟诗，信诗403首，信诗403首。早时犹太正细囝，请起立。咱犹原徛咧，讲他心的界面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这该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正鸟交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。我以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你。恁若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应文第14篇。启应文第14篇。我来请大家来用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我的心要投宿伫你，我要投宿伫你试过的必应许。向后者的在的经过。我要求救至悬的上帝，就是甲我成逐项事的上帝。当迄个要吞食我的人诽谤我的时，上帝要施恩对天救我。也要发出伊的慈爱，甲伊的诚实。我的性命伫屎的中间。我倒伫亲像过道的世间人的中间。伊的喙齿是枪是戟，伊的字是来刀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遮的天。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。伊互我的骹步洗路网。压制我的心神。伊伫我的面前开陷阱。家己反转挂落迄内面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的心自在。
我要吟诗，我要唱歌学乐。我的心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；轻啊，实啊，你着精神起来。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。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伫个帮的中间唱歌学乐你。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。你的诚实到穹苍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，搬过遮的天。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怜悯甲慈爱，将无罪主耶稣赐予世间人，为着洗清阮的罪，互阮照着主的救恩，成做你的囝儿。阮的心对你充满无限的感恩。有时阮对你的信心的不足，也是细心，总是一摆过一摆，试探你的慈爱甲信实。你并无放松阮，常常用做你的话来激励阮，互阮无失去对主的疼心、信心甲毋忘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对起初确信的信心，无因为环境、生活、个性、困苦等等，就失去了对主的信心。求主，互阮无论伫什么境遇环境中，阮对主的信心拢无改变。主啊，阮需要你，阮要拍开阮的心门，每一天接受你做阮生命中的救主，做阮生活中的主，踏实踏客，大事细事一切主宰。主啊，阮无搁再倚靠家己。阮要全然的倚靠你，仰望你，因为你是阮的石盘、快乐、喜乐甲平安。求你帮助阮的信心伫你内面无摇晃，无搁怀疑，因为只有照着信倚靠你，阮才会徛在。愿你使阮赐福，只是阮全心全灵仰慕主信心，照光阮。也阮尊贵荣光归伫三位一体的上帝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赞美圣歌对所要学乐的诗歌是：毋通怀疑着信靠。
赶紧拍开心门，专心倚靠上帝。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3章12到19节。伫主保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，翻着我来读。兄弟姊妹，恁着注意，才免恁中间有人心歹恶毋信，得到离开永活的上帝。着趁也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时。223款免，恁中间才免有人受罪恶，要去得到年薪。咱若坚守当初的确信到落尾，就成做基督的同工。圣经安尼讲，今仔日你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硬心，亲像你的祖先伫8月会是安尼。听见上帝的声，也阁8月伊的是甚物人？敢毋是遐个摩西对埃及带出来所有的人？上帝伫迄40年久对甚物人发受气？敢毋是因为犯罪死伫旷野的人？遐个8月的人以外，上帝减捌对人立誓讲，因袂当进入伊所赐的安息。安尼，因袂当进入安息，是因为因毋信。讲道。牧师讲道的题目是“伫基督内徛在”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青翠草坡主你的照顾，天顶的鸟只主你的带路，美丽的花蕊主你树荫有香味。主，阮恳求主你。当阮的信心无够行的时阵，也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一处搁一处坚定伫主你的内面，通永远专心倚靠主你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想最近有一个真大的代志，大家拢足吸引大家的注意，就是中国的演习。中国即摆的演习和以早比起来是有较紧张，无论是伫海还是伫空中，不时拢有一种真近的距离来对立的迄种的情形。伫迄种僵持不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两边安尼僵持不下的迄个时阵，对伫第一线的军兵来讲，因爱会当突破心灵的迄种的压力，坚持做正确的选择，做正确的事，实在是真重要。因为因的心灵的困难，若是失落去，若是无安尼徛在稳住，就有可能会想要放弃、投降，迄才是擦枪走火，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。咱对腓立比、哥罗西、帖撒罗尼迦、提摩太遮的保罗的批信的中间，咱会当小可了解。伫主后的第1世纪，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是怎样的这种的环境？咱对圣经来记载来看，当时的罗马帝国并无民主的政权，因并无宗教信仰的自由，因也无成熟的教会制度，通互迄当阵的教会伫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发展。因甚至无法度一人一手一本圣经来看，阁无随时会当去找的牧师来甲因去问，有关真理的所有的各种的问题。第1世纪的初代教会是建立一个充满紧张甲歹意的环境。亲像台湾一直以来所面对的现况，亲像台湾一直所面对的威胁，中国政权一直无法度，因一直无放弃用军事的力量来控制台湾，互台湾要降服伫因的政权的下面。伫这种长期的压力下面，到底是要统一，还是要独立，还是要维持现况？
其实就连咱拢属伫基督的教会，也无有一个互人拢满意的答案。到底倒一个教派对圣经的解说是正确？到底什么人讲的才是才是通相信？有人真意爱伫这顶面来争论，什么人是对的，什么人是毋对的。总是咱着爱来敏感一项代志，就是上帝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，并毋是什么人讲了准算。耶稣基督的福音伫初代教会迄种的大环境，一直受到有心人士来扭曲，就是遐个假的教师、假的先知，上帝倒着亲像迄个迄个云雾大调的雾无明。伫迄个搁较讲、搁较解说袂清楚的时代，伫迄种充满迫害的迄个环境。迄当阵，侪基督徒想要放弃家己的信仰，侪基督徒伫迄种真艰苦的日子，因想要放弃诚做基督徒即个身份。侪基督徒想要挖头、挖倒转，过以前迄种袂互人看做是奇怪，也想要安怎就安怎的生活。所以因为安尼。侪迄当阵的使徒，亲像保罗、彼得遮的使徒，一直咧服役正教会，就爱倚靠对世人中国外的耶稣基督，光强壮大，千万袂当安尼足轻易就放弃。放弃啥物？放弃是用耶稣基督的牺牲，才退赎的即个新的性命。千万莫遮尔啊简单就来放弃，就爱将起初迄个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。今仔日的经文有讲到摩西，迄群军队摩西离开埃及，进入旷野，却无法度进入上帝所应允所在的以色列人。咱拢知影，因为互上帝气杀伫旷野，是因为因的疑心悖逆，无相信上帝，因毋相信上帝。因所相信的是什么？因所相信的是因摸会到，伊的手摸会到，看会到，佮感受会到，食会到的物件。当上帝透过摩西伫埃及降落在下，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权能，哇！这个上帝真正是介厉害啊，满有信心。总是才无偌久，当因徛伫红海的头前，后壁佮有埃及的追兵的时阵。因对上帝的信心连咪就消失。当因进入旷野，食着对天降落的玛纳，才欢喜感恩，感谢上帝啊！上帝，你实在是养饲咱，是信实的上帝。总是才1万年久啊，一回头看到迄个旷野大树佮炎热，啥物拢无。佮安怎？竟然佮开始来少年因进前伫埃及做奴隶的日子，因定定佮较想，拢是为着家己的需要在烦恼，对家己所踮的环境，拢感觉真不满。虽然上帝已经互因有自由啊，总是因无法度来享受伫主甲主同在的安享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咱来看12节到19节。咱来看头1节到尾1节。12节则讲，兄弟姊妹，恁着注意，才要恁中间有人心邪恶，毋信，直到离开永远的上帝。19节，安尼因袂当进入安享，是因为因毋信。各位兄弟，咱的旷野伫倒落？咱的旷野其实拢伫咱的生活各方面。过去伫二次大战了后的台湾，就是1945年，也就是即马吼，咱即马若是你若是阿公阿嬷吼，就是咱即马阿公阿嬷的迄辈啦，差不多啦吼，就是阿公阿嬷的迄辈成长的年代，就是1945年到1960年，差不多迄当阵。迄当阵的日子，大家拢真歹过，为着会当食一个
食一顿，好好食一顿饭，大家拢谦卑，仰望上帝所赏赐的玛纳，大家拢胼手知足，安尼过日子，无啥物好比较，因为大家拢真艰苦。到伫战后婴儿潮，就差不多是现在最爸母的这代，就是对60年代到90年代因成长的这个过程，经历啥物台湾钱安怎阴卡目的年代。对迄当阵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起，一直起，一直起。我伫厝里就讲，进前台币对美元1美元兑40台币哦，阮厝的迄阮三个囝讲，敢有可能？迄是哪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代志？我讲，迄当阵就是安尼，哦，从1美元兑40元的台币，一直升到25美元。迄个台湾钱阴卡目的时代，伫迄个玛纳做甲扣袂完的抗压，有人开始下死命在扣玛纳，下死命在扣超越因家己所需要的。有的人伫迄个中间，因贪恋的心愈来愈大，甚至连家己的性命也和玛纳做伙伫旷野内面来休难。1990年以后，来进入21世纪，宋乡甲富裕的差距愈来愈大，规个社会真紧就互少数的人来摕到大部分的资源，最资源拢互少数的人来控制。伫即个四界拢是机会的旷野，遐会掌握最资源的人，因假是有的人，因假是伊会当取代上帝，将分配玛纳的主权摕到家己的手头。其他的人呢？其他的人遐会等待会当分配到资源的遐个人，伫即个真残忍的旷野，就开始一场生存的厮杀战。一寡人伫遮的旷野失落家己受造的时，所有上帝的形象。有的人只有顾家己，无顾别人，看袂起别人比家己较好，就伫别人的后壁面，就做一寡小动作。甲人陷害，也一寡人因为抢袂赢人，就看啥物拢无顺眼，甘心互人来利用，伫社会做歹代，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咱逐工就伫即个充满上帝恩典，也充满人的罪恶的环境的旷野来生活。照讲，咱若是徛官位有影响力的人，咱袂当，也无应该。假使家己会当取代，会当替换上帝，咱犹原爱顺服上帝主权，就确实家己不过就是上帝的管家的这个身份。另外一方面，咱若是劳碌规工拢无啥物成果，或者是互别人伫背后家己创空，咱也爱对公义的上帝充满信心。问题是在伫即个毋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即个旷野，咱是毋是只有看重伫迄当阵，就是伫迄个当阵，咱有得到啥物，还是咱失去啥物？却袂记住爱去注意，咱所爱注意的是伫未来永远活的生命中，咱所要得到的奖赏。当咱在打拼追求物质的满足，或者是想要用一寡无合伫真理的手段来争取官位、赚大钱的时，咱就亲像遐个捡玛纳、捡过头的以色列人，伫即个中间不知不觉就行入迄个捕鸟人的网络啊！迄个掠鸟的人的路网放伫遐，咱就不知不觉一步一步的为遐行入去，互掠掉的。咱假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咱假是咱捡到的拢是上帝的恩典，那个诱饵一路帮我们引诱到那个捕鸟人的网络里。咱在捡的时阵，咱假是这上帝恩典遮尔大，上帝恩典遮尔大，就一步一步为迄个路网来行去。
有时咱可能会因为透过遮着抢夺社会的资源，伫即个过程，咱是毋是有时会将家己的行为甲选择合理化？就感觉讲，我安尼做是对的，我安尼做是合乎上帝心意的，我就照安尼来做就对啊。直到家己一直在捧，一直在捧，一直在伤空伤芳，就是要得到搁较侪、搁较侪的玛纳。直到家己无法度安静，无法度休困，直到咱家己失落有上帝同在的安息。咱搁来看今仔日的经文12节到14节，12节咱搁看一摆。兄弟姊妹，恁着注意，才要恁中间有人心邪恶毋信，直到离开永远的上帝。着趁要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事，日日三款面，恁中间才免有人受罪恶迷惑，直到硬心。咱若坚守当初的确信到落尾，就诚做基督的同工。伫即个末世充满不安的环境，咱着谨慎家己基督徒的身份，掠条上帝，坚定的相信家己所相信的。咱继续来看摩西，亲像头前有讲到，遐伫旷野的以色列人，因所相信的只有因手头捡到的遐玛纳，遐因食到的烟鹑，阁有因啉到的遐个水。摩西逐工拢在听因在埋怨、吵吵闹闹，枵也吵，饱也吵。就连摩西因家己的兄哥、兄姐，也共款，有时也无甲伊支持。有一天，摩西伫遮的中间，实在是忍袂住啊，挡袂住啊，真生气，气甲伊就规个爆炸发出来，发脾气。就安尼，上帝就甲伊拒绝，毋准伊进入迄个安息应允的迦南地。对伫摩西的下场，咱可能会感觉上帝对伊真无公平呢。没有功劳总也有苦劳吧？兼讲咱伫工作上碰到无啥物顺心的代志，咱袂当，咱迄个委屈，只会当胃腹肚内面来吞落去吗？兼讲咱伫真心服侍，当咱来真心、真心、真意服侍上帝的时阵，有时啊，咱无得到应该有的尊重甲体谅的时，也袂当找一个人来讨讨的吗？敢袂当安尼？会使袂使？恁感觉会使袂使？我工作上委屈，别人伫我后壁做一寡小动作，陷害我。迄个委屈，我只有胃腹肚自己苦力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委屈都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吞。还是讲真心服侍，互人伫后壁佫讲一寡五四三，无得到尊重，袂使叫和某咪人安尼讨讨的讲的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啊？大家拢忽然有点被吓到这样。其实吼，摩西的这个例，有时啊真正会互咱有时啊惊一跳啊！敢袂使吗？安尼生气一下，安尼用伊的迄个拐啊讲一下招盘，安尼就互上帝禁止你袂当进入迄个应允的所在。其实重点并毋是在伫当时摩西的反应甲咱的情绪，重点是伫咱经历遐个生气的代志、甲委屈的代志了后，咱敢有志意要恢复甲上帝的关系？咱所相信的是咱所掌握的遐个物件，还是上帝？咱是要继续来抵抗上帝的安排，出在家己陷落伫迄个负面的情绪，还是愿意相信上帝的安排，顺服上帝伫咱一生的计划？伫迄当阵，咱是毋是有愿意调整家己，继续跟底上帝？是继续跟底上帝，毋是和上帝就起屁面啊！我替你做遮尔侪代志，你是安怎？你遮尔啊安尼，你是安尼对待我，我无爱插你啊啦！我来离开教会。伫迄个时阵，是咱是毋是
愿意亲像摩西，继续跟对上帝，并且忠心，继续忠心伫家己的职分来徛在。就算讲上帝毋准摩西进入应允的所在，摩西犹原继续要跟对上帝。有可能伫代志发生的迄当阵，摩西失去信心甲耐心，也有可能伊对上帝的处罚，并不是遐尼啊，也感觉真戆影。咱拢知影摩西替上帝所做的遐个事工、遐个代志。那我们讲说那些丰功伟业啊，摩西所做遐个代志，伊并无。也毋敢用遮个成就来向上帝来讲条件。摩西伫迄个对以色列人真生气，佮对上帝处罚真委屈的迄当阵，伫迄个伊对为着要满足家己的情绪，对以色列人发脾气，啊，佮对上帝应允失落上帝应允的迄当阵。伊常常发现什么？伊发现伊的心，甲上帝开始产生距离啊！伊发现伊的心已经有淡薄仔伊原本是和上帝做伙，念做伙，总是伫迄个在那个当下，伊发现伊的心，伊和上帝已经开始无遐尼做伙斗阵啊！伊常常发现伊的心甲上帝三字也失落有主同在的安息。对迄点，伊所看重的，就毋是伊所失落的迦南地。应允失落袂要紧，上帝原本要赏赐互我的礼物，互受到转去袂要紧。啥物重要？啥物才是重要的？对伊来讲，上重要的就是伊甲上帝的关系。上重要的是伊。要安怎甲上帝继续恢复迄个关系？摩西连米就家己的心转向上帝，独主捌伊，继续上帝交托予伊的使命。因为伊对上帝有信心，所以伫摩西还有剩的岁月，犹原会当甲主同行，享受有主同在的安息。咱知影摩西伫要临终要死之前，上帝就带伊到尼泊山的山顶，伫遐会当看到规个迦南地啊。另外，伫福音书内面，咱也发现，在耶稣登山变貌的迄当阵，也见证摩西甲圣囝耶稣伫永远活的迄个空间的内面，甲上帝。甲主耶稣三甲伫地，对即个例，咱会当看见伫信仰顶面有坚持徛在的摩西，甲遐个无法度坚持的以色列人，互上帝气煞伫旷野以色列人两边的差别到底有偌大？兄弟姊妹，伫即个充满罪恶迷惑的末世，咱搁较爱需要上帝。需要定定伫伊的内面安息，人生得到快乐。感谢主，伫建成差不多所有的人拢有参与团契，参与团契真重要。伫团契生活中间，咱有时啊，若是碰到亲像摩西迄种生气、委屈的代志，实在是忍袂牢的时阵，咱会当互相伫基督内面，咱会当互相安慰。互相鼓励，互相提醒。国外的基督就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，也是咱的仰望。咱的得胜啊，绝对毋若是恢复甲主的关系，赢过黑暗的关系，对死国外的迄个时刻。咱的得胜，除了是现在现今的迄个时刻，搁较是会当煞到永远活的迄个胜利。我想在座咱的兄弟姊妹，包括恁的厝里的人、厝边头尾朋友等等，也有毋捌耶稣，迄才是还未完全相信耶稣的人。基督教这个信仰到底会当带予咱什么好处？
我相信是伫未信者心中定会得问的。我若信耶稣，有啥物好？有啥物好康呢？一般即马迄个算命卜卦，还有看星座运势的这种的消息真多啊！这种资讯其实还蛮多的，吼。算命卜卦、看星象等等，才要甲咱讲啥？甲大家正大家，毋是咱啦，吼，就是迷信者要怎么样趋吉避凶啊？有些新闻就是网络顶面拢有啥物星座，啥物星座吼，爱安怎吼较好，然后安怎较毋好。啊，因迷信者嘛有黄历啊，吼，一本迄个黄历。黄历嘛是讲哦，啥物生肖的人吼会冲着，今仔是吼袂使为北边来行，爱行为南边安尼吼，就是趋吉避凶。前几工啊，中元普渡应该是拜五嘛吼，中元普渡哦，拜甲安尼真闹热啊！因在拜鬼嘛吼。拜好兄弟，因阁拜好兄弟，拜鬼神安尼。咱会感觉讲，啊，你着真无爱迄个鬼来找你，是安怎阁要创甲遮澎湃，请鬼食饭安尼啦吼？这就是他们很矛盾的地方，又因为害怕，所以爱甲因款待，互因莫来找我，我已经甲有款待你啊。有甲你款待好款待啊，你就莫来找我安尼。世人在做的几乎都是要趋吉避凶，其实咱基督徒嘛是同款啊，咱也常常用咱的祈祷来趋吉避凶，敢毋是安尼？主啊，求你保守我吼，安怎搁安怎？吼，就这两天主是老师学生去退休生活营。出发进前，牧师也带因祈祷啊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咱吼，保守因一路安尼平安顺遂，欢欢喜喜出门，平平安安倒转来安尼。即种嘛是一种趋吉避凶啊，咱敢若做啥物代志爱先祈祷一下，敢若较有平安嘛，吼。会若是安尼吼，对迷信者来讲啦，伫咱传福音的时，对迷信者来讲，咱基督徒和其他无信耶稣的人有啥物差别？有啥物差别？牧师最后来讲一个例，因为这个例较复杂吼，比较复杂一点，牧师就用华语来讲了吼。上个月牧师我们不是就是我跟一些牧师在慈爱，我们回金门嘛哈，回金门探亲。那因为这么多天啊，慈爱总不能我们是可以跟父母聊天啦，但是慈爱他就会变得比较无聊，所以就给他安排了一些体验活动、体验游戏这样子。有一天，慈爱他就跟着他的表哥去参加2项体验活动。那一天下午，第一场的体验活动是从2点到3点半，然后第2场的体验活动在另外一个地方是4点半到6点这样子。所以第1场结束到第2场开始中间有大概1个小时的空档，因为他们要移动，他们需要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就在第1场体验游戏、体验活动结束之后呢，一个阴错阳差，他一个人被独自留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他表哥是在经营那个就是体验活动的啦，他们有那个一个团队这样子，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他表哥呢以为慈爱，因为他这样子一看不到慈爱，他以为慈爱被我们带走，他以为我们去开车去把慈爱接回家这样子。那问题是我们以为慈爱还一直跟着表哥就对了啦哈。好，他就一个人被留在那里，因为那个体验活动就是要一直跑跳干嘛的，所以之前还跟他讲说，你只要带瓶水就好，手机什么都不要带，因为又很热，你手机又摆在包包里干嘛的？我们就说你手机也不要带，你就是带个水，补充水分这样就好了。反正我们是想说你有跟着表哥嘛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结果呢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嘛，就一瓶水，而且那瓶水也快喝光了。
慈爱就试着走回家，想要走回家，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，捌去庄脚所在，人都知影，迄庄脚的迄个路吼，乡间小路每一条看起来都一样啦，你四过都是田嘛，也没有路标啊。啊，为家行过，感觉怪怪的，够滑头，吼。啊，碰到岔路呢，就只好选来选去哦，选这一条走走看，走走看又不对，怎么感觉好像又不太对哦，又回头，反正他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在那边四过总啦，吼，不是用总，就四过安尼行咧，日头遮尔大，迄金门的下晡，吼，迄日头足炎的。其实吼，就是迄个那一个钟头，就是第一场结束到第二场中间那一个钟头。因为我和伊个牧师伫厝呢，伫迄当阵其实信心有甲我提醒呢。信心甲我提醒啥物？信心甲我提醒讲，可能慈爱迄个表哥吼，因为无闲遐个其他，因为体验活动都是一起的嘛，那慈爱只是靠行跟着玩这样子而已。有可能他表哥是不是没有注意到他，会不会把他漏掉了这样子？但是马上我又有一个想法，就跑出来说。不会啦，他表哥其实还蛮负责任的啦，哈，应该不会把他丢包在那里啦，我应该要相信，好相信他表哥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忽略了这样子的一个声音，这个意念，然后过没有多久，那个声音又跑出来了，你应该还要再确认一下慈爱到底人在哪里这样子，可是我又再一次忽略了那个声音，忽略了那个提醒，好，就在这样子反反复复之后。第二场体验游戏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他表哥就打电话回来问说：“他表哥应该叫我舅妈，好，应该是哦。他说舅妈啊，子爱嘞，哇，子爱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他说没有啊，你们不是接他回家了？哇，这下代志大条啊，足惊吓的。子爱就是迄个。”无依无靠，可怜一个人伫遐安尼孤单无伴的时阵，唯一可以带给我一点安慰的，一点点安慰的，就是即使他在那一个钟头被众人遗忘啊，大家拢伫咧伊伫咧别人遐嘛吼，即使他在那个段时间被所有的人都遗忘，上帝仍然看顾。因为上帝不断透过圣灵一直在提醒我，这表示上帝相对来讲表示上帝在看顾他。虽然在那个时候上帝不断提醒我，虽然我不断的去忽略这个提醒，但是上帝仍然在守护他。就在他来来回回找无路回来的时阵，就在那1个小时。然后他看到了一个亭子，一个凉亭，他就坐在遐休困。然后呢，就5分钟，他说大概在亭子里大概坐了5分钟吧，哈。因为那个体验游戏一直跑来跑，因为他那是有点像是就是拿枪对战那个游戏，因为体力在吼，早刚好根本无力啊，然后又在那边路上咧拉数安尼哦，数1点钟吼，啊，佫无啥物水通啉安尼。他就在那个亭子里让他歇脚，让他可以歇个脚，然后他也在那个亭子里被找到了，被他另外一个表哥找到了。在迄个真惊吓的过程，我所相信的就是上帝永远在甲伊顾守。所以趋吉避凶这项代志，就是讲，就算讲咱做了错误的选择。就是咱忽略圣神的感动，迄就是咱无抵意上帝的心意，上帝永远在顾守。就算讲咱的祈祷无法度，互咱会当趋吉避凶，咱永远会当伫基督的内面来行另外一条上帝为咱开的道路。伫咱基督徒的信仰，真正无需完全不需要趋吉避凶这项代志。就是这个念头不用存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祷告，但是我们把主权交给上帝。
我们把主权交给上帝，我们的祷告是为了让主权交给上帝，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安排，我们相信上帝的计划，这才是我们要相信的，而不是相信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、益处。我们所盼望的应该是是看不到的事，我们所盼望的应该是上帝自己。所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咱若继续伫基督耶稣内面徛在，就会赢过风影，得到平静甲安息。咱的心怀意念伫无变化无定的生活中间，常常会受到影响。咱所面对的环境也常常在挑战咱对主坚定的信心。不论环境如何，咱所伫意的应该是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是迄个会当伫现今甲永远拢会当甲主同行的愿望。这个愿望就哪亲像是慈爱一直咧迷路的过程的中间，拄到一个凉亭，会当互伊休困。愿望就会当互咱轻看所受的苦难。愿望就会当互咱有信心甲勇气，伫基督的内面继续徛在。咱来同心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赏赐遮尔大的救恩，遮尔坚定的愿望藏伫阮逐人的心中。愿咱众人拢会当伫家己的困境中靠主刚强壮大。伫上帝呼召的所在，坚持到落尾，通进入甲主同行的安息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回应诗，信诗473首，信诗473首，由文世感是迷路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。
请起立，手放献诗。请坐。公道，咱请掀开周报的内页。咱来看，为着遗体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卢雪英、胡艺梅、洪甘枝、石玲玲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刘秋敏、张昭明、陈丽水、刘慧忠、赖胜雄、陈秀荣、杜昭、林以诺、陈德明、陈义利、曹泰牧师、林双耀、江玉秀、林秀英，在复健中的陈昭明、汪世军、千惠父亲，还有确诊居隔者。我们也为了在昨天跟今天的主日学生活营，以及下周20号、21号青少系夏令营来祷告，愿主的喜乐与平安与他们同在。我们也为了中国长期试图以武力和外交、经贸等政治力量来钳制台湾的发展来祷告。咱同心开声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这个时阵，大家同心对你求祷。主耶稣，阮相信你是上帝的囝，你降世是为着要拯救阮。求你多多看顾甲医治伫阮的中间。阮相信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要得到。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讲。愿伫天立的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能到，你旨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愿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对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，咱来看教会消息。第一项，本主日上午，伊家牧师代表台北中华教会甲社会事工部前往双园教会请安募款，下晡2点前往支援百灵教会主日礼拜讲道。第二项，9月9号下晡4点。咱要来主办中秋项目，因
疫情的影响啊，咱今年的中秋航吧，咱以邀请的对象以本会的教会的会友来为主。啊，要参加的，咱请伫8月21号来进行来登记。好，若是疫情，我们会视疫情的发展做随时滚动式的调整。会因为有可能会有临时取消的状况。咱来看团契的消息。本主日昨天甲今仔日是儿童主日的新华营。咱来看第二项，8月19上午10点，上联团契聚会，主日是低迷牧师。第三项，后主日是8月20到21号是青少期夏令营，地点在教会跟动物园。若是大家有周遭有青少年的孩子，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。来看告改消息。因为建堂所需要来本堂募款的龙山教会，因伫9月3号举行释教50周年现场感恩礼拜。林新路教会嘛伫9月4号举行释教20周年的感恩礼拜。感谢上帝，互阮有份伫屏东排湾总会以及台南地区的宣教工作。奉献的民生，若是有漏到，咱来会计咧会计来订正。咱上营信息509首，信息509首，请起立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信心的扶持和帮赞，互恁正大家当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坚定徛在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袂倒避讳。